禀老爷夫人，扬州大小姐大姑爷，二小姐二姑爷，杭州四小姐四姑爷，五小姐五姑爷，得着各省各样各地，一起进京拜寿来了。话有情，老爷吩咐，有请各位小姐姑爷。路上辛苦了，岳父岳母啊！
下教子有方，不愧是相公后的呀！这两对小夫妻真讨人喜欢。母亲，娘子的花园注定赋予她也漂亮，还是到我家来养啦。对是呀，有福有谋，张旭是动长子，这养老嘛，一定要到我家来。到我家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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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了，你们不要再争了，你们啊都有消息，只是等我告老以后再做商议。你们先到花厅用茶去吧。禀老爷夫人，三小姐三姑爷拜寿来了。带来什么寿礼？一上空事。这个李娘的爷呀的，加了个穷死神，累了天亮，他来做甚？哎，夫人，积累百寿，可谓自理嘛。吩咐他们进来。三小姐、三姑爷，老爷叫你们进来。官臣请益，娘子请，令我一同上前拜寿。有福有谋在上，在向你拜座谁当？也是女儿起来，起来！罢了罢了，岂有不有谋？三小姐，彩玉，你们二人从哪里而来？这厢家亲可好啊？有福有谋啊！想起我两手清风一生情，梦露天涯晨光配前妻，所遇来草浪随空困情。娘子看
快来，你们夫妻同欢而饮，一人用餐。不妨事，好了，不用说了。彩云，夫人，带他们到厨房吃饭去吧。夫人，即刻就要开宴了，让三小姐、三姑爷一同去吧。都在，好吧。上次娘好菜好饭，宽待。是。三小姐、三姑爷，请我来。官臣，夫人，为何不让他们一同一位呀？老爷，他们上不了台宫。哎呀，你呀，来呀！有吩咐奏乐开宴。是奏乐开宴。母亲。
也彩礼。弟养女婿，两样可悲。他们自贼流亡，且贼平安；你们自贼平安，且贼自亡。怎想起这些天为求你们俩好，我要这样生彩云啊！花似同我与那鸡肋比飞莫生。想当年生父传宗言宗去过你多亏叔父养起身，弟弟随我邻里每次来往养育恩，归来百岁复孝亲，养起亲子一对一，儿媳不是万爱雷神。再过夜，你听见了没？听见什么？不也是在这里？黑云来，这私奔上身，泪两爱飘，永生不弃，为也不见其乐。你问在这里，我可听不懂哦。黑云来。是这生人的子，名叫叶伟，是的破房子，用的破郎子，为经常我独子。可是他与私门口斗，照样十分快乐。我这里与你彩云照顾，三个叶伟，三倍哟，三倍哟。彩云来，你来看，这是我为母亲新补做的花样，真好看。喏，这里真好看。姐妹们快来，姐妹们快来！大爷，什么事？去看看这个囧姑爷是什么样子。去看看。哎呦呦呀！衣衫褴褛，眼望几岁，小就不像小丫头，我也么不像小黑对啊！你在我说些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管不着。你不要口言快声的，你
把三姑爷当作什么样成婚配？姑爷嘛，现在都来。灿烂，你的姑爷是什么神啊？我家姑爷当到上是公子长远种子。我家姑爷见着最小孙子行最子。我的姑爷也是最小孙子江南名字。我的姑爷养妻媳妇，有才有势，结本偏马脑，带香撇上烧，三者黑面嘛，吃不了，那就为狗为马啊！我们三姑爷可不像那种水花正配一包草。三姑爷要问好，运气好，心脏好，死了人在必中长远。他能中状元，忘掉我也上年纪。你管当督？当督嘛就当督。你看中这叫花状元，叫他做小老婆好了啊！你这先生，你给我当啥？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谁看？好了，不要吵了。杨烈，我可儿子把你宠爱了，时时出言自理，私意妈妈，太莫于委屈了。陈玉梅，何必与这官人一般情深？官人这里与我作陪，你只管去送回老夫人去吧。陈玉梅，你谁委屈了啊？是你们谁委屈了？你们还是委屈吧。陈玉长衣随了去，万里却落大家里。不怪小弟心思里多虑，是他是非。外甥，你可曾听到门外婢女吵架？婢女吵架与我何关呐？吵架不为吵小理，气坏了陈玉又被娘子啊，大人不欺小人过，荷花出水与高低，夸我不忠心，骂我不生气。何事？何必婢女之言偏是非？官人啊，别谁可不彩礼？人多口杂要受气，谁郎去不为天呀？上火，怎不
且早催生烦我的好娘子为我报生父之仇，岂是我父不依从？娘子，三成，请我出来。儿子，儿子夫人来了，请里面坐。里面一股穷酸气，我们才不愿意进去。哎，上等之手，不禁下等之法。那么有什么事？我来问你，我的贴身娘娃，你为什么骂他？你为什么打他？你真是在老虎腿上造谣，真正确有此理！儿子，你可这样连在的门外骂些什么？他与谁吵架？是谁没有规矩？你说啦，我全都知他。当日你要困之人也，谁管欺负小丫脸？丁府丫头不敌见，官身见了配小爷。看你一身穷酸气，为什么小姐就是这成见？哈哈，杨子英大妈，子女教诲，身体细，谁过起来的谁？神魂所望，爱比比，今朝对你还看去。我看你夫妻不忠，不安分情。孩子，姐夫都来娘家做客，一道一礼相待，怎能一夫欺骗？实话不讲道理谁不讲理？谁不讲理？哎呀，娘子，这种人不可理喻，何必睬他？
没有这么便当，我们进去。我们进去。慢！看你们一身姿冠王气，经不起这房中穷生之气，何必前来啊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是我的，我的，谢什么的？这是母亲错哟！哎，对，告诉丈母娘去！哎呦，善臣，你手捧何文？这是我为弟弟母亲新补做的手行，聊表诚心。哦，哎呀，母亲，这种下子请我们扬州府中，只配去下等臣传哟。哈，亚莲，咦，拿下去赐予门东父母。是。善臣，本年的夫妻穷途落魄，好以收留妇内，你尽管得财贵客，还不当面赔礼。母亲啊，你草马少将军，儿媳妇对地不给，此时才与可作证，拜访母亲做事才。与我作子，先生，你尽管言我错怪，有么意义？你尽管言我偏心，女儿，不过尚不备罪，别为不孝，休想留在府中。有魔王。我父亲变成心作谁当？莫是为无有子有道是父儿无巧并无常，并不像螳螂无上门来，三寸他错意何言情小离，百里莫用一用。见过有无面，
姐，三妹。你要做什么？三妹夫妻身无分文，许下本村银子与他，怎么与我商量？本人是此你宽，我不得应。娘子，你好不糊涂！岳母所罪这种不孝不义之人，你尽管为靠母义接济银两，不要理睬他们。这个委屈，官人委屈。娘子，我们回暖亲去吧。
暖青有7顷草房，正好可以安心到死。翠云，我们走了。免得旁人议论，随我去这边问问。不怕萤火是身烧，老严嵩早强做事把忠心标，引得那百岁大怒气冲霄。大马几人黄州奔，当庭那问下监牢，也想咬牙横杀棍，当庭的情怀命难逃。200文武谁不爱报？想得我莫得凭爱心事讲，怕是怕奈你我黑风不歇。早前小心之言，你也不为了此地步。我看你呀，太没有远见了。小心讲都有事，好子，他谁不谁？你怎么了？这真的是杀人！喂，还这样，你的母亲，大姐啊，大姐夫，你们俩是怎么玩？还这样，要我家回来，咱们一对了之。你们呀，你家弟弟那是啥子精神？遇到事情是不能为将之下。私下轻易反乱，我劝你们玩这么对你好啊！有
堂空。女儿姑姑离娘走，大难到来过西呀东。哎呀，老爷。降龙帮忙可叫三层雨，员外语走银龙。这个不孝之人，定葬于我，被我赶走了。你老爷。老爷，这是三姑爷立下的书信。哦，滚子他骂我！不要小看一路，他是神不守虎，虎必守神。叫我儿子继任之前，哎呀，是已经来不及了。三子祥。杨继康解教停止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杨继正诬告年宋丞相贼盗弥天，定当举出前奏。叶杨继康平日掌握精神，从宽发落，今日起袭着为令，草木家常，是出监狱。都接着。事情老爷一无所有，只剩下一梦，两条老命。我们只有到扬州去投靠女儿女婿了。这是路途遥远，夫人早已呐。老爷，老爷，夫人，姑女彩云，承蒙水里出差，如今老爷乃彩云理当造业，甚是羞惭。扬州来了，我弟弟母亲来了，人在哪里？也在大吉府中，他去赴到南京去了。我在门口一张，只见大吉正背着岳父岳母你。我弟弟母亲是什么打扮？愿望夫人脸上上香一手心。哎呀，可怜我弟弟没有文采，乃是高老玩笑。高老玩笑？哎，你怎么不敬我弟弟母亲为夫呀？哎呀，没有夫
生看看，我怎么管啊？真笨！但这个母亲便有30万两私人银子，30万，这银子岂能让他寄托他？对，雅莲，你吩咐家丁前往常师府。夫人，你要去做什么？去接我爹爹母亲到我们丁府来。此时我的夫人也到去。你不要去。哦，二妹，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大姐夫，你从哪里还来？我从南京刚回来，可以到家？我还没有到家呢。你没有到家，那我到哪里去？暂时不告诉你。二妹夫，二妹她这是要到哪里去呀？不是，我也不讲。不是也好，来，大姐夫去。二妹夫，余兄是返从南京回来，有他是要与你商量呢。大姐夫请讲。二妹夫啊，余兄我回去关在那南京，奉替你3年相亲婿，家来打探，他要把杨继正请督察问。是嘞，那你我两家为何出事发？一心我当官去不门，也想我早已那是谁一子，这小你孝敬你不犯两你，去见弟兄他在讨报端你。杨罪神中有罪有死的神几个空生成别心，生要放在上学门。明知万两小意思，不知是否去孝敬啊！二妹夫尽管放心，这百女不只是马报在我的身上。不过此番余兄我虽对不便，你先借我5000两一用。这银子的事嘛，我要同夫人商量呢。二妹乖巧，定不于不允之理呢。喏，这百女妇的手帖嘛，我马上与你退避，我与你同百女妇，同享荣华富贵。大姐夫一路这么说，此事去拜托。来，大姐夫是吧？去。老爷夫三妻，你的母亲之母亲，你的母亲情长处，谁女孩她离村来？女孩怕了，一旁说些。姐弟的母亲，来呀！你见过爹爹母亲准备相讨母有跟我玲珑一生？你见过爹爹母亲山上的王馨香提笔？吩咐厅堂以后，吩咐子王喷掉3针黑笔，及老爷夫人在荷花厅设下酒宴。好女儿，不必铺张了。是啊，
自己的娘不是外人。老爷夫人，小姐向两位老人家想的是眼泪得的天哟！哎呀，这是谁个啊？弟弟母亲亚莲，你快吩咐家丁配叫常师傅，把老爷夫人的香萝卜节银礼包裹统统地搬到这里来。是。买。弟弟，你还有何事吩咐？儿啊，为父是今一无所有，哪里来的降龙佛节哦？弟弟，此话怎讲？啊。素日在小心为官，曾梦怀。为民草木家财多受难，小翠
老年谁惊风霜，历经难。何故发怒啊？这般奸人不听使唤，真叫人生气。啊，你们什么时候？我去行嘞。老爷、夫人，你们看到了没？看到什么？二小姐听老爷的真心话，脸色却变了。哎呀，彩云，你二小姐从小就是这样，一为儿可，一为儿小的。我看二小姐没与大小姐回答，我去请大小姐来接着上你。慢，雅丽，你要做什么？当初你这奸人想同老爷夫人重用于你，你打我一巴掌，我生气透身。如今你的东家实施了，这一巴掌我要打还。雅丽，你滚！为什么不管？彩云，老爷，彩云一当自小，只怕这里你们治不得了。我去请大小姐来接你们回去。彩云，夫人，我和彩云言之有理呀。老爷，丫头不好，与小姐有什么相关呐？儿啊，为夫负重计了，梦你在和华庭事业，快被为夫赴夜去吧。哎呀，弟弟，此事不巧了。真是不巧。你女先生今天要了杨局城里的府上去过，在我花厅请客吃酒。哎，那也无妨嘛，不在我花厅，可以另外食夜嘛。是啊，上到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嘛。哎呀，母亲说的对，自己的娘不是外人，随便哪里都可以用算。雅莲，你带老爷夫人到子房去吃饭。是。
两位老人家莫晚了，随我到厨房吃饭吧。你，老爷，夫人，女儿这样消息，我倒要饶这个味道。二妹弟弟母亲呢？到厨房去玩去了。到厨房去玩。母亲，母亲，老女儿，人才人败也不心痛交乱千万年万万愁呀面女娘的女儿委屈吧，不许罪！你好大的胆子，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尽管收留他们。文人，他们是我的亲生父母啊！谁家从父，你可以听他的；他家从父，你休得听我。不要理睬他们，叫我委屈。文人，委屈。
为妻无归死地上，凄泪与我起来，是我。你与我起来，娘子一要。你只能颠倒哈巴胡乱讲，也想过本是当朝他忠良，杨继成少不随皇随本，他才是继承那与好下场。你父亲昔者为民生有才，我则是收留于他要遭殃，可知我要被你下做义父哪来当帝王陪他为动容良？允许你为家亲负责良，送他们追问追他乡。好，我就也差50两银子，可算得圣旨已尽了。好，娘子你不用回家去拿，儿妹你先借我一用。杨莲，你区100两银子，我家2套衣服。什么衣服？我大姐家中起什么新衣服，我们丁府也起什么新衣服。不用了，你，弟弟，不是，老爷，把衣服脱下来。母亲，这叫女儿是我是好，是我是好啊！儿啊，是这等忠奸不分、甚至作恶的东西，为父一点也不要。滚马城！起身，随我追！儿啊，弟弟！儿啊，天父接生之路，他生应能相见，你委屈吧。起身，陪我为你追！
相倾心当真。与子语相思多几次，金刚哦，无常在观红岭头，雷神，雷神呐！你上回来了哈？回来了，为父不在家中，可有客人到来？弟弟用兵啊！早生傍晚风雨呀走，家的米高卡来的。他们为讲了些什么？一定有不给眼里仙女，更生王八不回去，王配风骨都心焦，小心谨慎也曾惧。想着为民本不在，为什么草木江山前马随？最苦恨由不得养罪遭女心，一个个甚至做不自虚。谨慎！你们去看来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许最大欺负的心。为的是神神祖母一句话，红喜反目结冤仇，跨上你永悄悄出门去，我将此人怎能绿？他是你养父亲家同女，父亲言语为何语？大顿，微笑，微笑。我最好。哟，老太子，老爷婆都上回来在。回来了。婆婆呀，问心话，你们可以在地上做啥？母亲，弟弟为何虽然岳父岳母大不来的你一定要将岳父岳母做出佛门。继婆婆做子。哎呦，不要紧，不要紧，与我。哎呀，夫人，你可知此事非同小可啊！还有3个大事体啦。起来。问些个话，洗了亲家远到何来？快去把亲家公、亲家母请出来，还配团圆聚。哎呦，老弟子弄着手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夫人呐，你可知闭门家中处，祸从天上来？那杨继康乃不祥之人，怎可轻易留在家中？啥？亲家上门不祥之人来，他不得是草夫人。
老头子，侬此话与坡度上回来，他不算心贼，我已见得。良心跌落，必养根吃了贼。哎呀呀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老爷呀，老爷上王中听，怎么亲家不下人？当初是侬个同场女，同年那个为官言语称，常来张望常相见，上上那个儿女配成婚，与情与义缘分，养家成家一家生，至今亲家早在心，千里迢迢找上门，只有心中志不断，哎呦皇帝与朝亲，人家亲家无所知，荣华儿子为我赢，老爷侬要仔细称，仔细称切莫做用切莫人个势力人啊！哎呀，夫臣呐！我是老夫心开，也不出难报应我是少谁，日看别人不上谁，得人也想要面外悲。弟弟想办法，你们不要求了。有不老夫，请。想不到我千里奔波到此口病。哎呀，真是苦死亲家贼了！老头子，难道就没有办法可想？办法哦，办法倒是有一个。哎呀，快说快说！亲家的大女婿日子云已被你相国为敌户，也被亲家前去救他。我这不是去哪个？甚至做父一贯情深，日子云，这叶兄告辞了。哎呀，弟弟，小光，亲家，小光，弟弟，小光，弟弟，女儿。哦。
好，要独生是非个。亲家，亲家！哎呦，夫人，你这是上官的女子，亲家做官所用的。哎呀，亲家呢？弟弟的老母已经走远了。啊！弄个死了的！嫂开门。汉天，嫂嫂，这里旁边有对分明我俩情深相连。孩提教唆30平怀，为嫂真好随你。方嫂为娘理当孝敬。孩提，你哥哥常进官考，为何不听没予应信？要听为嫂当听亲报消息。嫂嫂，我兄长自当最高必于出头之身，在小地上进而去，当听金榜消息，便来告诉嫂嫂。原来孩提。孩提。
嫂嫂，二弟，你为他去好好照顾一他，嫂嫂去嘞。他怎么去了？
这叫我怎么办呢？姑娘，请和讲堂。姑娘，请和讲堂。姑娘，请和讲堂。我姑娘，姑娘，醒醒啊！你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姑娘，姑娘
龙嫂嫂杨三成，真可以。姑娘，哎呀，我还是扶她到嫂嫂房中歇歇一会吧。愿者为生，恶神为报。我还不想死你。天昏地动动不是龙来上，梦心中还有一点暖乎我。暖进城我。
这个，三春来了，三春在哪里？三春在哪里？三春弟弟，三春。不知他到哪里去了。你去在我家，请弟弟母亲进去自相。弟弟母亲来，彩云，我是彩云，彩云。家寡妇保姆，这儿少礼。彩云混到在雪地里，多亏恩公相救。哎呀，多谢恩公。哎呀，嫂嫂，防疫扫好，请保姆保姆进来用膳吧。弟弟母亲，请。快去吧，去吧。谁人莫样去去说。
人黑门。娘子，万强。我做了切身心愿，娘子你来看呐，王亲。你是逃不当门生父官错，对抗你说把官生，我谅你不把你松开，哪来的气到你身？问得好！原来要不要不讲好，小去哪里村吧？你先说说为大赛车的分话。岳父，为了得到这颗金地，小婿失去败了年孙，折了门生，这因为想不到你也是个窥视其非、绝无事之徒。冤家，你怎能不忠不孝、轻贼不分？你是要夫妻到老，这今日你竟与我跑掉啊！唉，娘子还要慢嘞。弟弟，儿郎，为父绝不与生是作父之徒为伴。夫人，我们走。这一定要同走，我也要走。且慢。
请岳父听小婿亲信王禀。讲，岳父啊，我将小婿来错会，细听我可惜为。梦云漂无家归，七人送万草秋山更可哎，应龙我早也想此前事，却莫把一片当心化成灰。想好的开过去是为此过，那年说满头盘落做颜色，多人呼吁生死为此我想起就起枪来，人们谁把相来，巧遇到这长往来，死了气我曾恨把严嵩当，你把严嵩当了，当了，哎呀，当得好！他当我心我自称自愿哎，把我切身为情爱，遥远情谊出情来，一路上为我此行查清大，杀我爹彻底讨天才，其实老夫一时心急，错怪也许了。我方是三姑爷，彩云多蒙你照顾儿啦，兄长我要我亲啊！市场最本老的地
娘子，当初我得罪了岳父岳母，我自古后悔。盼望娘子在岳父岳母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几句啊！你这个甚至做的衣冠禽兽，谁是你的娘子？娘子，娘子，我你的母亲说话。岳父岳母，小心的你工作还老谁当？你还有脸来见我？夫人，不要催他。三姑爷三小姐为夫，话话有情。此情当去西呀，百里同行，在哪里最好啊？不能用力，为父亲有梦，功成事理，想去拜亲。有福有母亲，有福有母亲。三妹哭啊！呀，堂姐，见大亲，哭悲离，离人传情。堂姐，有什么话就出事了吧？三妹夫，请你免烦这个甚至做的衣冠禽兽于子云。于子云。大人，你的所作所为，情理难容。大人，望况在亲切份上，多多施财，多多施财。岂有今日何必当初？来人，将这个曲爷夫是少年寡子之徒，拐了出去，永远不许上门。岳父岳母，走。沈亲家也驾到，有情。弟弟母亲，也是很少的。爱情大母也亲家，请说。不知陈亲家今日到此，所为何事啊？哦，那位亲家拜日而来。唉，想老朽当夜飘零四方，无人随侣。今日亲家得来拜寿，哎呀，使我好不再愧也。哎呦，亲家公，亲家母，我个老头子四门面孔来背水我，今朝是我牙痛，特意来赔礼道歉啦。亲家，当初只怪老兄我畏惧见当，冷落了二位亲家，望多多施财。哎，快在亲家母的份上，不怪呀是不怪。你我万事要好，亲家。应当要好，应当要好。请陈亲家姐家，先到二道用茶去吧。
哈哈哈哈哈！救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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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先生，你要做什么？我要我太爷上眼睛。你过呀！母亲，见你是你太猖狂，讽刺我银龙美妇郎，说是我才是穷鬼中常用，情愿我他言上，我要为三妹夫妻参客情。听见他有言不知不见过，一见前山落怎管闹事闹谁啊？哎呦，我不是在你心里办事来的。谁是你的岳母？母亲，谁是你的母亲？哎呀，弟弟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，我是你的亲生女儿。谁也是你弟弟？你与我走！你我滚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！无辜女儿被罪，为什么偏偏说罪我？你们不生我女儿，我死也不罪，我死也不罪！气死我了！新姑爷新小姐为夫。你对新生来了，夸夸有情。也是女儿起来，母亲，女儿。先生，你来看看，我有这个小生女儿，生意八倍。哎呀，羞死我了，羞死我了！母亲不要生气了哈。来了，夫妇最要开言。是。